我开了，哎，有声音了，可以。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美伫你实骨的底荫下，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雨水。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吟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请起立。你们是。
兄弟撒到来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一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一次，着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免。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就替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兄弟请坐。启应文交托，信息后面第60篇。咱做伙来读。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才的语言，若无仁爱，我就亲像落底蛋，若没地学。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为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够额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仁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仁爱，对我拢无利用。仁爱是宽容。真爱是慈悲，有真爱就袂嫉妒，袂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受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这声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讲灵句的文字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遐会完全的一落来，遐会有限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糊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这声安尼信、仰望、真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做伙额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你是慈悲、疼痛、恩典满满的主。阮用谦卑、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对阮的保守、保护，互阮伫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时，会当健康平安坐伫遮，就算伫厝，也会当透过网络，搁一摆做伙来敬拜你。主啊，阮实在感谢你。上帝啊，你知，阮是信心微小的人。阮是够惊吓、够紧张的人类，
每一天看到新闻，看到全世界的确诊、死亡的人数一直增加，阮实在着惊。台湾的疫情虽然得到控制，阮嘛为着煞接台湾经济的影响，感觉足忧心。主啊，求你帮赞，求你透过即届的疫情，互阮有搁较侪的学习搁较挖靠你，学习搁较侪时间伫厝，搁较侪时间甲阮厝内底的人做伙。上重要的是帮助阮学习伫外口的环境紧张的时，反转会当安静到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语得到对你来的平安。外靠你补充力量，甚至会使引带身边有需要着惊的人，向你来求讨真正的平安，互阮伫即个时阵，搁较会使行出好的见证，分享基督的福音。主啊，你是阮的石盘，你是阮的力量，你是阮永远的倚靠，你是起头甲永远的疼。求你帮助阮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总是会当借着你，搁一摆做迄群安静、单纯的羊群，随时转来到你所赐的安静的水边，青翠的草坡，享受你的宁静、平静甲平安。天父上帝，阮也要特别来求你的祝福，你的圣手伫阮教会每一个兄姐的身上，伫因的家庭保守因的工课。因的健康袂会受到即届疫情太大的影响，就算有艰难的时，嘛祈求你随时同在，伴因来度过一段时间，帮助因随时得到你所赐的平安甲安慰。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学老本堂圣歌队献诗，因要唱的是哈利路亚，学老我主。
圣经拥托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启示录第2章第1节到第5节，伫新约圣经第283面，283面。我来读第2章第1节。你着写批，互伫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讲：正手踏7粒星，行伫7支金灯台中的伊的话讲：我知恁的所行，甲你的着磨吞忍。遐个做歹的人，你也袂容阮伊。遐个家己讲是使徒，其实毋是的。你捌试验因，知因是白贼。你也有吞忍，捌为着我的名忍受，无亚善。若是我有所责备你的，就是你已经离开起头的疼。所以，着记得你对倒落跋落来，着反悔，来行你起头的所行。若无安尼，你若毋反悔，我要到你遐刷你的灯台，离开伊的位。讲道，请将牧师题目是起头的疼。咱搁再一摆三角来祈祷。希伯，阮感谢你，伫今仔日阮搁伫组织伫遮，无论阮伫大角落，阮知你的神拢教阮三角伫地。当阮开声来敬拜你的时阵，阮是伫个共一个教会来敬拜你。当我来听你的话时阵，主愿知，阮对你遐领受南门教会你所要互阮南门教会的义上甲话语。主，阮也恳求你，今仔日你搁教阮三角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互阮伫你的话语内底来得到阮重大的一个美娘。主，阮将下晡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求你引带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兄弟特别伫厝甲咱三角敬拜透过网络来收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我要特别伫过活节过了后即个礼拜，我要用即个对上帝起头的疼心即个主题来甲大家分享分享上帝主耶稣已经为着咱顶十字架，伊疼咱，为着咱来过活，咱对主耶稣基督咧，咱的心是怎样？咱对伊的疼是怎样？咱今仔日要来思考即个问题。伫去年，咱知咱伫即个公司。有播出一出足好看的一个戏剧一个影集啦，伊叫做咱甲歹的即个距离这出戏内底有一个即个经典的一个对话啦吼，即个对话是即个男女主角的囡仔甲伊的老爸伊的中间的一个对话，这查囡仔就问即个因的爸爸讲：恁要离婚，啥人拢无甲我讨论咧？哇！因老爸哪讲伊呢？啥人囡仔会安尼来甲质疑伊的即个问题咧吼？即个爸爸就讲查某囝，我是咧受一个方式，即个方式呢，对咱三个人拢有利益啦。这个查囡仔讲话真直接，用到底是对啥物人有利益？是对恁两个呢，还是对我呢？离婚这个代志要来对啥物人有利益？所以这个查囡仔就搁甲因爸爸讲，问一个足重要的问题。伊问啥物问题？伊讲，所以疼会消失，是不是安尼？爱会消失，对不对？这句话对一个查囡仔的嘴来讲出来，这是真大的痛疼，
这是真大的即个质问。伊咧问啥？爸爸妈妈，恁两个男女之间的即个爱情会消失对无？爸爸妈妈，你对我即个父母对囝儿的即个亲情会消失，是毋是安尼？你是毋是无法度永远来疼我？咱拢真清楚，咱人伫即世间的即个疼，会对着即个时间，对着即个环境来消失。不过，咱较信一样代志，耶稣基督疼教会、疼咱的心，一直拢无改变。耶稣疼咱袂改变，不过咱来问咱家己，咱对耶稣基督的疼，是毋是嘛是安尼一直拢袂改变的？今日的经文内底，咱看到以弗所教会好，咱看到以弗所教会本来是一个真疼耶稣的一个教会，最后伊怎落入一个即个光景的内底，伊来离开迄个起头的疼心啦。即个光景对咱来讲嘛是一个提醒，到底咱来安怎来做，才会避免参像即个以弗所教会共款，来落入来离开起头的疼心，并且咱会用来恢复对上帝的疼。对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我要对3点来甲大家来分享。咱要来转起迄个起头的疼，咱必须来做到第一个，咱来反省；第二个，咱来回想；第三个，咱爱来悔改。咱大先，咱来看，咱来反省。反省是基督徒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我讲一遍。反省是咱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啦。反省是若对基督徒、对一般的人来讲，拢是真好伫个生命当中迄个真水的一个品格。咱真容易来检讨别人，咱真容易甚至咱来检讨上帝。上帝，你若较早予我对，你即个时间毋对。咱拢来检讨上帝，咱就是真恶直来检讨咱家己，咱真困难来检讨咱家己。基督徒若毋知影通反省，安尼咱会开始来怀疑上帝的话，咱永远无法度来恢复迄个对上帝起头的疼。事实上，一个人若失去反省的一个能力，这个人就袂成长，这个人就袂进步。一个人若是足久的时间，一直伫个欠缺这个家己反省家己的一个光景的内底，伊的心会哪来哪硬啊？就哪亲像这个铜，亲像这个铁共款。一直到一天，上帝亲自来甲对伊讲话，伊共款嘛听袂入去啦。所以咱爱反省，咱才有办法来转去对上帝迄个上起头的疼。我认为反省有2个方向，咱有足侪所在，咱有足侪代志拢爱来反省。毋过今日我提出2点，第一点，咱爱来反省，咱对上帝迄个起头的疼是毋是阁有存在？第二个，迄个起头的疼到底互啥物来取代啦？到底是啥物新欢来取代旧爱呢？咱今日咱来看第一点，即个上起头的疼是毋是阁存在？我先甲你讲，咱失去迄个起头的疼，常常咱来离开迄个起头的疼，常常咱家己拢毋知，迄是豆豆仔来，迄是慢慢仔来，所以你甲咱家己拢无自觉。咱离开迄个起头的疼，袂讲我今日足爱上帝，明仔载困醒了，我完全无爱上帝，无即个代志。咱必须非常的一个小心，咱来不断来反省，到底我对上帝迄个起头的疼是毋阁存在？有一对翁仔某成婚去到垦丁迄个所在来度假，去海边来度假，因就带着一个因的一个细的一个橡皮艇，
两个非常悠闲伫即个船顶来开讲，伊这太太就挂一个太阳眼镜伫遐晒日光浴个撑着雨伞撑着阳伞，足舒适的，然后足放松的，一段时毋过看到因翁食忝，用迄个划桨一直爬啥爱安尼爬咧？伊惊即个若无即个爬即个船即个船会去互即个海甲带去迄个外海去然后爬一段时间了后，即个因翁就甲即个太太讲，我感觉我即个身躯去拍甲我感觉迄个防晒油差咧，那无够啦所以我去即个岸边我来擦防晒油，是说我回来时阵是说甲你带一寡饮料来互你啉。我因翁就落船，就去摕即个饮料。10几分钟的时间，因翁就搁转来即个原来的所在。伫原来的所在，我即只船甲因太太拢无去，怎无去啦？安怎找安尼足着急的，安怎找拢找无。最后只有拜托即个救生员，你帮我找看卖这救生员就摕伊的望远镜安尼看，哇，远远的所在，足远的所在，我一只小小的橡皮艇，伊就问因翁讲，即只是毋是恁兜的一看，因太太伫遐咧困到毋知影人去，伊就拜托即个救生员讲，无你去出海，你驶你的船出海，甲即个橡皮艇安尼甲拖转来，拖转来了后，即个因翁就足着急问因太太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你哪会走去迄边咧？因太太讲一句话，足无辜，很无辜，伊就讲，我倒啥物拢无做弟姊妹，啥物拢无做，就是伊的问题。咱今仔日，咱会来离开对上帝起头的听，常常就是安那。咱啥物拢无做啦，所以伊即个因某事后伊来反省讲，我忽略讲即个海面有即个风，无海涌，我嘛忽略讲即个海有一寡即个潮流啦，即个海流啦。阮先生伫船顶的时阵，伊会保护我，伊会替我爬即个船，互伊莫离开即个岸边，我就真舒适伫遐倒甲困去。我啥物拢无做，结果咧，即个风、即个影，就甲我带离开阮的红晒路远的所在啦。所以伊无忽略讲，即个海的内底有一个潮流，咱是毋是定定也是安尼？咱做一个足舒适的即个基督徒，那亲像即个太太共款，咱啥物拢无做，咱就是倒伫遐来享受。咱袂记你讲，这世界有一个风潮。这个世界有一个浪潮，这个浪潮会甲咱带离开上帝哪来哪远的所在啦。所以咱来不断来反省，咱袂使参像这个太太共款，啥物代志拢无做，啥物代志拢无做的时阵，可能咱就是一日比一日离开上帝哪来哪远。第二，咱要来看起头的疼比啥物物件来取代圣经讲，以弗所教会这张批是写予以弗所教会。这以弗所教会甲离开对上帝起头的疼。这个离开还有一层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疼比这个其他的物件来取代啦。所以咱必须看到讲，咱对上帝的疼，对啥物时阵去互遮的找到新欢，找到即个取代咱对上帝听迄个物件。上帝若是咱的旧爱，安尼咱就爱找出咱的新欢。咱若看到启示录今日所读的经文的第2节甲第3节，伊讲我知你的所行，甲你的条话，甲你的吞忍，遐会做歹的人，你也拢无用阮伊。咱看到遮的时阵，即个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也是一个足腐败教会。
是一个真好的教会，品质真好的教会。连上帝、连主耶稣拢来肯定因这间教会。这间教会信徒啊啦，因的行为真好，伊真啊啦，真愿意为着上帝来服侍啊，来落落啊。这个教会伊若免为着福音的缘故来忍耐，甚至这个教会无永远歹的人、歹的代志伫因教会来发生，而且因有这个智慧来分辨什么是真的使徒，什么是假的使徒。这款教会有好无？真好。不过，这个教会啊啦，是足好的教会。接续第40讲啥？不过，若是我要有一样代志要来责备你，就是你已经离开起头的迄个疼心嘛。啊，你姊妹看到咱看到啥物重点无？因为说教会真侪的优点，侪的好处，无法度来暗含伊有一个缺点。这个教会真招诚，不过有一个所在伊做了无好，迄个所在刚拄啊好是上帝上看重的迄个所在。迄个所在是啥？都是起头的疼心啦。所以伫遮咱看到上帝捌甲咱讲，一间教会若失去这个起头的疼心，若失去疼心，这间教会都毋是教会啊。有愿意要来责备。一个基督徒，咱若失去对主耶稣基督迄个起头的疼，这是啥物款的基督徒咧？你受上帝会安怎来责备咧？更较好、更较有温顺的基督徒，毋过伊就是无疼，所以伊上帝绝对会来责备。所以伫咱遮，咱第40咱看到上帝要责备的是啥？失去疼的一个教会，失去疼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来反省的时阵，咱来反省啥？咱伫咧过去，咱是毋是有一段时间，比咱现在更较疼主，比咱现在更较爱读圣经，更较追求，更较忠心来服侍主，更较迫切来祈祷。咱若是有迄个时阵的时阵，咱有一段时间是安尼来追求主耶稣的时阵。安尼，咱来小心，咱来反省，咱即阵是毋是已经豆豆离开迄个起头的疼？咱来甲咱的即个，我讲，咱即阵的即个新欢啊，找出来啦。咱的新欢是毋是咱的工作？是毋是咱的食饭的时间啊？咱咧看电视的时间，咱咧滑手机的时间，是毋是这个物件已经取代咱对？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疼，咱的行事历内底是毋是逐工工作排满满，连咧耍的时间嘛排满满，都是无一个叫做灵修甲上帝亲近的迄个时间。咱的每一工，咱的行事历内底，耶稣到底排伫什么所在？有伊的地位无？有伊的时间无？这是咱爱去思考的。咱爱去反省咱遮的物件。第二，咱爱回想。路加福音15章有一个咱大家拢足熟的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有无？浪子的故事，浪子离开伊老爸的厝，最后伊搁转来伊即个老爸的厝，即个中间发生啥物代志？即个关键都是咱离开起头的疼，一直到咱恢复起头的疼。迄个关键，咱若看到路加福音15章17节甲18节，伊讲啥？伊醒悟啦，这个浪子醒过来，醒悟过来，就讲对啥物人讲？对家己讲，对家己讲，就是一款的回想。伊回想着讲，我的老爸有偌济的长工，伊的米牛遮阁有剩，若是我伫遮得要枵死。伊来回想伊较早，伊的老爸是安怎对伊好啊？所以，咱若是有回想的时阵，咱就参像即个浪子共款，咱就会醒悟啦。
我们就会醒悟过来了。咱每一个人，咱离开上帝的疼，咱搁要倒来上帝的疼，咱必须来回想，咱必须来醒悟，必须经过这个步骤。咱爱来回想什么物件？第5节伊讲，所以要记得你对打落跋落，要反悔来行你所起头的所行。第5节真重要。第5节讲，所以要记得你对打落来跋落。伊叫咱安那回想啥物？你对啥物所在跋落啊？你伫倒一个属灵的一个观点来跋落？恁感觉即个龙主伊对啥物所在跋落咧？咱会记得龙主要离开厝进前，伊安那甲因老爸要求，讲要安那分财产，会记得无？因老爸有拒绝无？无拒绝啦。既然来答应伊啊，既然来答应伊，哇，来甲将伊的份业拢来分互伊。伊分着财产了，足欢喜的，安那马上就出去。所以伫咱遮，咱看到龙主跋落迄个点是啥？对落迄个点是啥？就是伊得到因老爸的即个财产，就是因老爸答应伊的要求的时阵啦。所以真侪时阵，咱基督徒嘛是安尼哦，咱来做细字的，咱也安尼详细来回想咱即个跋落迄个点，嘛是常常是咱甲上帝祈祷、上帝答应迄个时阵哦。迄个时阵定定嘛是上帝恩典上大的时阵哦。咱来特别小心，捌有一个少年人非常的疼主，伊聚会啊那将来毋捌来停止，但是伊渐渐啊那拢无来聚会。以前是啊那偶尔不聚会，现在是偶尔来聚会。这一个少年人，牧师就去甲探访，问伊讲啊，最近你的经营安那？这个兄弟安怎来？这个兄弟就回答牧师讲：牧师，你回想看卖啊咧。牧师讲：我是叫你来想看卖，你谁来会安尼？你竟然叫我爱想看，爱回想。哟，牧师，你会记得无？几个月之前，我常常去教会，因为迄阵我无工作，我迫切需要一个工作，啊无我经济出问题。伊讲我拜托教会来替我即个祈祷，感谢主。上帝恩典，互我找到一个足好的工作。毋过我即阵足无用的，我即阵已经无法度固定去教会啊。或者顶届我一个兄弟，因某真久无法度来生囡仔，伊就一直祈祷两三年的时间来祈祷。上帝，你互我一个囡仔，我要好好来学努力，我要好好来安那来服侍你。上帝听伊的祈祷。结果咧，为着带囡仔无闲假，嘛无法度来教会。所以咱看到即个定定当上帝听咱的祈祷，来应允咱的祈祷的时阵，嘛是咱对路对观点跋落的时阵。即个代志常常发生伫咱即个上帝的囝儿的身上。真侪人有问题的时阵，咱就来亲近上帝，来投靠上帝。问题解决的时阵呢，就开始去爱这个世界。身躯未拄好的时阵，需要医治的时阵来亲近上帝。等病来医好的时阵，亲近大自然。常常是安尼，我捌足侪少年人的安那。即个无查某朋友的时阵，足介意去教会安那聚会，喜欢聚会啦。有女朋友就喜欢约会，定定是安尼。所以上帝为咱备办足大的恩典的时阵，咱爱足细致的，毋通互迄个恩典，毋通互迄个上帝的应允成做咱跋落的迄个点。上帝听咱的祈祷，是要互咱的信心搁较增强。互咱安怎？互咱的脚步搁较栽，互咱诚做学老伊，诚做服侍伊的一个足大的一个基础。上帝互咱应允，互咱恩典，爱诚做咱即个属灵的一个爬悬爬行的迄个起点，毋通互伊
变成咱对即个属灵的观点搬落来迄个点。这是咱每一个人拢爱谨慎，咱拢爱来回想。第三，咱爱安那，咱来悔改。第五节讲，所以就记得你对倒就搬落来，无够，就反悔啊！来行你起头的所行。咱毋来回想，咱阁爱来悔改。咱毋通家己啊想啦，咱爱来悔改啦。你问即个家啊，即个遮的犯人，讲你有后悔，犯着遮会有后悔无？伊绝对甲你讲我足后悔，我足后悔吼，警察来掠去。佫有悔改无？无悔改。悔改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讲即个悔改一定爱带出即个行动来。一个悔改的人绝对是安那，是一个改变的人。咱会看到伊的改变，伊的性命无可能搁伫原来的所在。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特点。这节经文甲咱讲，真正的悔改，真正的反悔，必须做啥物？做起头咧做的代志啦。要做啥？就是咱顶解，咱想到无？咱甲上帝安那起头的听，是毋是？无管落雨，还是出大日头，我就是一定要去教会来做礼拜。外口日头做大不要紧，我为着上帝，我用来发福音单张，伫遐来传福音，规园区拢大面拢不要紧。无食饭，我嘛要来教会查经班，要来教会安那来祈祷会。咱是毋是曾经有迄个时阵咧？伊甲咱讲，你若是悔改，你爱转去做你当初时。你甲听上帝的时阵，会迄个情形，就亲像咱的约会，甲咱的太太，安那进入迄个恋爱的时阵，咱定定送伊花。伊讲10多年啊，你是毋是拢袂记你爱送花啊？你是毋是拢袂记来听候恁太太对伊讲好听的话？你爱转去，搁开始来送伊花啦，开始搁对伊讲好听的话啦，共款搁来服侍伊啦。安尼可能会去找转来你迄个对恁太太起头的听。圣经是安尼甲咱讲，所以咱定定讲，咱悔改的时阵，咱敢想着讲啊，我是毋是做毋对代志？我是毋是犯着啥物即个律法啊来犯罪？这是一款的罪，做了不该做的事，咱做毋该无应该做的代志，这是一个罪。毋过伫遮，伊要甲咱讲啥？咱忽略咱应该做的代志啊！咱伫早前，咱足听上帝的时阵，甲上帝安尼废寝忘食来祈祷的时阵，你即阵嘞忽略啊，袂记你啊，你袂记送花啊，你袂记来讲好听话啊，都是咧讲这，咱已经来忽略咱应该做的代志。伫遮要强调的，都是即个罪啦。有一个英文的即个笑话吼，伊讲伫庄口有一间教会，迄教会足久的时间，啊，所以这礼拜长啊那，这房仔拢凹去啊，看起来啊，即个油漆嘛拢落了啊，拢褪色啊，破烂的一间教会啦。即个当工就决定讲，话要重新来装潢，互即个教会，互上帝的厝啊那变足水的，因就开始甲即个烂去的迄个房仔拢安尼拆落来，甲即个新的房仔拢甲安那钉起哩，然后最后伊要来擦油漆，哇！发现一个问题，啥物问题？钱无啊，无够钱啦，无够钱要安怎？有一个捌做过即个油漆工作的即个同工，伊就建议讲啊，我知，啊无咱安尼好无？咱买一寡油漆就好。啊，其他诶无够个部分，咱就买较济迄个稀释液来甲伊透，吼，啊，你甲擦起来的时阵，共款啦，即个色吼袂差去倒位啦，所以伊建议讲哦，莫全部买油漆，安尼钱无够，咱买一寡物件来掺，安尼就好啊。结果全部诶同工拢同意，就开始就做啦。因就去买即个油漆，买即个稀释液，转来就透的，就开始要来安那擦油漆。擦教会擦到上尾啊一个部分，就是迄个教会上悬的迄个塔的时阵，
突然发现讲哇，天乌乌，天乌就安那要落雨吼。突然间，天顶安那雷公四那来落足大的雨啦。即个雨呢，就甲进前所插的即个油漆，哇啦，全部安那互因褪色。看到涂骹一笪一笪，就是安那有迄个油漆的即个水啦。一个长老就竟然走去即个教会内底即个祈祷，甲上帝祈祷啦。伊讲上帝带安尼咧，明明即个气象报啊讲要落雨，今日就好天，谁会来一场即个狂风暴雨？到底是安那？祈祷的时阵，伊讲伊听到耶稣对伊讲，迄个声足清楚的。伊讲啊啦 ，repent， you are sinner， 悔改啊，悔改啊，你即个罪人啊，伊足不服的。主耶稣，我爱什么所在爱悔改？你看你的教会足破足烂的时阵，我对你安那有即个热心，我要起来要来安那整修你的教会。我用我的假日的时间，我是一个足听上帝、足听教会的人。我什么时阵需要即个安那悔改？到底倒位啦？足不服的，嘛感觉真妖异的时阵，伊阁听到伊讲主耶稣阁对伊讲，即边的声音愈清楚。伊讲啥 ？Repent, you are sinner。共款啊，拢即个声拢共音拢共款，毋过这完全无共款。伊讲哦，重新粉刷，重新粉刷。你这个偷工减料的人，这虽然是一个那亲像笑亏的一个故事，不过咱必须听到，咱到底犯什么罪？咱爱犯什么罪？咱定定拢是一个偷工减料的人。咱爱会记，咱信主足久的时阵，咱已经离开迄个起头的疼，咱真做一个偷工减料的人。咱服侍上帝偷工减料，咱奉献的时阵偷工减料，咱灵修的时阵偷工减料。甲上帝立约讲，我一年要读一遍圣经，2年要读一遍圣经，3年要读一遍圣经，30年咱拢也未读一遍。咱定定偷工减料，咱对上帝的关系就是安尼。所以咱爱会记哩，咱爱听到重新粉刷，重新粉刷。咱毋通做一个偷工减料，咱个转去甲原来迄个起头的疼，做一个实实在在军队主的啦。这是咱必须爱做的，咱必须来悔改，咱搁爱转去做迄个起头所做的代志。最后，咱来看第5节吼，今日第5节足重要吼，咱若有迄个机会，若法度咱甲即个第5节拢甲背起来吼。所以，着记得你对打落跋落来，着反悔来行你起头的所行。若无安尼，吼，咱来看足重要吼。若无安尼，你若毋反悔，我要到你遐刷你的灯台，离开伊的位啦。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上帝讲啥？讲你若搁参像即阵安尼。你对我一寡疼的感觉拢无，你对我一寡疼的行动拢无的时阵，灯台伫你的身上要创啥？无路用，我就到你遐，甲你的灯台刷去。一个基督徒，上帝灯台无伫咱的身上的时阵，咱是光明的一个人生，咱会变做黑暗的一个人生。这是上帝的审判，爱会记哩。灯台若去互刷去，咱就失去做见证的机会。咱就失去做一个基督徒的迄个光明、迄个身份啦。所以兄弟姐妹，咱对上帝、对主耶稣的疼，是毋是一直拢无改变？这是咱今仔日，咱爱不断来问咱家己，咱来反省，咱来回想，咱来悔改。咱知路加福音内底，即个浪子最后转去因老爸的家啦。第20节甲咱讲，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3年要久远的时阵，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走去抱伊的颔棍，直直甲伊针啊。这是伊甲因老爸恢复迄个关系最重要一个经文啦。所以咱爱会记哩，即个浪子往伊的老爸遐去，
就甲咱讲一个代志，因老爸有搬厝，无搬厝啦，搁伫遐咧等伊啦。今仔日老爸无搬厝，嘛甲咱讲一个事实，上帝嘛无搬厝，咱着趁咱会用找的时阵来找伊啦。咱感觉讲，哇，这条路足遥远呢，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现在的新欢，我的工作的压力，我的家庭的压力是遐尼大，我无法度搁转去个起头，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伫即则经文，咱互咱真好的一个提醒，上帝听咱来愿意安怎反悔回头来找伊的时阵，咱毋免一直甲即个厝的头前，咱才看会到迄个老爸。伊伫半路，伊就伫遐听候咱，伊就要伫遐听候咱，用伊慈爱甲咱相款待。伫遐，伊要安怎来迎接咱？伫遐，伊要来抱咱，甲咱浸，伊要带领咱转去迄个疼的家庭。所以，咱必须浪子的故事最重要，就是咱要转去爸的家，咱爱安那重拾那个起初的爱心。咱唔通搁离上帝远远啦，咱爱甲即个失去的、迄个离开的、迄个起头的疼，咱搁找倒来。咱行伫迄条路面顶，上帝要引带咱，一直甲伊疼的家，一直甲伊的丰盛的内底，咱三角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你今仔日照着这段经文，你互阮看到，主阮检查认捌你已经足久的，但是阮豆豆、阮的信心、阮的信仰、阮的甲你的关系，哪来哪倒退？阮冷淡阮冷心，主阮恳求你，搁再赦免阮，用你圣神的光来光照阮内底的这个软弱。主，阮检查伫即个教会内底，伫咧稳定内底，已经久享受一个真舒适的一个生活。我无去思考，主当阮安尼来过活的时阵，阮是离开你哪来哪？主，阮恳求你，互阮不断伫阮的生活中，阮的灵修的内底来反省家己，互阮回想，主，阮当时甲你来建立迄个关系的迄时，主，阮的心，主，阮的疼心。当阮无够的时阵，主，你来催逼阮，互阮会用悔改，互阮亲像即个浪子共款，我要转去阮爸的家，转去甲天父的家，伫遐阮要享受永远的福气。主耶稣，阮感谢你，今仔日你为着阮来指引转去老爸的家的迄条路，都是爱阮每一个人转去甲迄个起头的听。主，阮感谢你所赐予阮即个真好的恩赐，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再甲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79首，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请起立来吟。Beauty
请坐。奉献，请杨明章技师来书献。三角来吟奉献诗歌，请起立。请坐。教会消息，办公室礼拜四开始整修，干事甲牧师的办公的地点调整到4楼甲5楼。小会公告，配合政府对武汉肺炎的防疫政策，本会聚会时间有调整吼。就是4月5号开始，就是暂停主日的礼拜堂的礼拜。第1场甲第2场拢只有视讯的直播，会友伫厝里嘛，爱做伙来礼拜甲敬拜。第2，这段时间拢暂停就是教会社区的热火长青，阁有团契的聚会吼。那请大家会友彼此用 email、line 还是电话互相来关心，甲请安吼。那有任何的代志，拢随时甲张牧师甲办公室来联络。第3，4月20号就是拜一开始，本会推行甲上帝有约使徒行团的灵修，请众兄弟每日同心伫厝灵修，建立家庭的祭坛，会使参考教会提供的每日经节甲默想代祷的事项吼，这拢会用LINE来传互大家。伫疫情的期间，来继续来同心来祈祷甲守望，为主来做见证。第4，暂停礼拜堂礼拜期间，请兄弟嘛继续来为教会事工来奉献。会使伫上班的时间吼，摕到咱办公室，就是即摆4楼的所在，也是会使用银行来汇款吼。周报甲即摆荧幕上拢看会到吼，就是咱的汇款银行甲户名账号。汇款了后，请甲办公室的私函来确认。第5项，旧年的奉献证明会使到办公室来摕，也是联络私函黄干事吼，用挂号的方式来寄予大家。第6，本会团课的活动吼，甲热火长青智慧型手机班、儿童才艺班，即摆拢暂停，4月份拢暂停吼。具体的消息，请为黄昭家技师、苏顺斌兄弟手术后的恢复甲复健，甲教会有身体欠安，甲心灵较虚弱的人做伙来代祷吼。煞接咱三角来吟圣诗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唱线请张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
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这请坐，绿岛，闭会。